成日都聽到家長講，小朋友夜晚成日嗌腳痛，但日頭又冇事，係咪生長痛咋？有啲家長會話，小朋友大個會痛，好正常嘅。但我要話你知，小朋友嗌痛未必次次都係生長痛，如果搞錯咗，隨時會延誤治療。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，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小朋友生長痛同真正痛症嘅分別。首先講下咩係生長痛。生長痛係小朋友發育期間常見嘅現象，呢種痛係由於骨骼生長速度比肌肉快，牽拉刺激引起嘅，屬於良性嘅生理現象，通常發生喺3至12歲嘅小朋友身上。以下就係生長痛嘅3大特徵。第一種，夜間發作，休息後好轉，小朋友日頭活蹦亂跳，完全冇事，但一到夜晚瞓覺嗰陣就開始嗌腳痛，甚至痛到醒，但朝早起身之後痛楚會完全消失，小朋友又回復正常，照樣跑跳玩樂。第二種，雙側疼痛，痛楚通常係兩邊一齊痛，例如雙腳、小腿、膝蓋後面或者大髀前面，唔會淨係得一邊痛。第三種，間歇性發作，生長痛唔會日日都出現，通常係斷斷續續嘅，可能隔幾日先痛一次，有時甚至隔幾個星期先再出現。如果小朋友連續幾日都痛，就要開始留意。啱先講完生長痛嘅3個特徵，咁如果小朋友嘅痛係完全相反呢？咁各位家長就要注意啦。如果出現以下4個同生長痛相反嘅警號，就唔再係生長痛咁簡單。警號1，日間都痛，生長痛夜晚先出現，朝早就冇事。但如果小朋友日頭都話痛，甚至影響行路、跑跳，就要正視啦。警號2，單側疼痛，生長痛多數兩邊一齊痛。如果痛楚集中喺單邊，例如只得左腳痛而右腳完全冇事，可能係真正嘅問題。警號3，持續不退，生長痛係間歇性，唔會日日痛。如果痛楚持續超過幾日甚至幾星期，就要留意。警號4，伴隨其他症狀，如果痛楚伴隨發燒、紅腫、關節僵硬、閉行等症狀，絕對唔可以忽視。喺中醫角度，小朋友嘅骨骼發育同肝腎有密切關係。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》話：肝主筋，腎主骨，腎主骨，腎氣充足，骨骼先會強健，發育正常。肝主筋，肝血充足，筋腱先會柔韌有力。如果小朋友體質偏弱，生長較慢，飲食唔均衡，營養吸收差，經常生病，消耗正氣，就會導致肝腎不足、氣血不充、筋骨失養，容易出現骨骼發育相關嘅問題。中醫處理呢類問題會從補肝腎、強筋骨入手，而唔係單純止痛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